台南这边哦，有一个民众骑奥多摆时呢，无细力去搞到一个白白物件，竟然是一包落伫咧路里的猪肠啊！就安尼呢来理惨来着伤。好，路里哪会有猪肠啊？警察去查，就是有人骑奥多摆哦，猪肠啊加漏气，煞无扣起来，才会来造成意外。即马警察有找到迄个人，会依法加以处罚。机车经过路口时阵，为车顶落一包白色的物件，了后另外一台机车经过时阵，搞到白色物件了后摔出去。啊，人迄物件迄大长车，啊，佮落伫个规涂骹哈，伊徛过拄啊骨头啊。告白白色猪肠啊，就是吊水凶手。事故发生伫17中昼，台南东区和仁路甲文化大街交叉路口，细区的女骑士刹车了后，面甲骹手拢有擦伤。经本分局调查后，并通知掉落物驾驶人到案说明。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1条第5款，机车负载人员或物品未规定者，处新台币300元及以上600元以下罚款。常常看到塞车落物件，若查到应依照道交条例来开罚，罚金依照车种无同有分别。若物件落落去了后，驾驶无马上发现第四交通事故，除了违反道交条例，驾驶也负刑事甲民事责任。如果看得到车号是谁掉落，他可能就是过失伤害，然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是民事，损害赔偿的范围就是你的身体的受伤跟车子的毁损都可以。若物件载运的时阵爱固定好，过去也捌发生车漏油或者是在液体漏出来，互人刹车的事故。驾驶除了违反道交条例甲相关责任以外，环保局也会照《废车法》处分告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